如果你有做開 SEO 或者 Google 廣告，今年流量係咪少咗一大橛呢？唔係你嘅問題，係因為Google AI 推出咗 AI Mode， 使用人數突破10億。AI 直接喺搜尋頁答晒所有嘅問題，唔使用戶再點入去任何網站。研究數據顯示，自然搜尋點擊率跌咗58%，廣告點擊率更加跌咗68%。好多人見到呢個數字，第一個反應就係恐慌。咁即係廣告仲做唔做得㗎？ SEO 仲有冇用？但我覺得喺恐慌之前呢，我哋先搞清楚一件事。你有冇諗過消失咗嘅嗰60%點擊到底係咩人？以前點入你嘅網站嘅人有好大一部分係純粹揾資料，睇下症狀係乜嘢，睇下個流程係乜嘢，比較下唔同嘅方法可行性，根本未到去揾人幫手嘅嗰一步。而家呢一班人喺 Google AI 已經攞晒答案啦，佢哋再唔需要入你個網站嗰度嗱，但係留得低點擊入你廣告或者網站嘅人呢，其實就係睇完 AI 答案之後，仍然覺得需要揾一個人幫手。換句話說，AI 其實係幫你免費篩走咗啲未準備好嘅人，留低嘅先係真正考慮緊嘅客戶。Google 唔係傻嘅，佢要賺廣告費就一定要令廣告有效果，商家先會繼續投放。所以 AI 時代唔係唔做廣告或者 SEO， 而係要明白你而家每一個點擊質素其實比以前更加高。如果你個網站仲係大篇幅講緊症狀啦、流程啦，或者比較緊唔同方法嘅時候，呢一啲 AI 已經同佢講過咯。咁佢再睇一次，其實唔會幫個客去決定揀你嘅，只會令到佢離開你嘅網站。所以廣告升級嘅同時，網頁內容都要隨之改變。下一條片我就會講下因應 AI 嘅趨勢，你嘅網站內容應該要點樣去改，先可以承接到呢一班高意向嘅客戶。